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罢免案无通过，总统赖清德感谢公民的力量，也期待调野会当团结，因为在野党是点名赖清德应该辞掉党主席，要求行政院改组。泰国和柬埔寨冲突造成至少33个人死亡，但美国总统川普提关税出来施压，泰国甲柬埔寨拢同意停火启动谈判。世大运咱的选手伫咧羽毛球混合双打是金牌、铜牌总包创下纪录，射箭的唐志军也互咱台湾让20单搁摕到金牌。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到，昨这罢免案投票全部拢无通过，总统赖清德随着伫咧网络刊文，感谢公民的力量，也期待调野会当团结来拍拼。因为外国媒体《纽约时报》就表示讲，这罢免案失败是对赖政府的警示。日本媒体共同社也讲到，接落来赖政府施政会更加困难。第一波罢免案结果出来了后，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平台发文感谢公民的力量以外，也表达期待调野政党共同努力团结向前。政界外媒也相当关注。纽约时报的分析，大罢免失败是赖政府的民气竞争。日本共同社是指出，赖政府未来会面临在野势力继续反弹，施政之路更加艰难。国民党这一次在他有办法撑过这一关之后，绝对会对那个赖清德政府进行焦土政策。民党要接受这个现在是所谓的少数总统的事实的现实。那么这个现实，这个政治现实哈，那么在2028年之前，最起码都不会改变。去思考人民在这段时间所反映出来有忧虑啊，有不满，好的有担忧的地方。专家呼吁赖总统爱贴近调水野大的现实，适度调野覆盖有必要，也应该先切思考安怎甲民众沟通。在赖清德针对这个国民党、针对民众党，我觉得他的确是应该有一个机会，把他的这个对于蓝绿的这种斗争，包括去认为说蓝的一定就是这个亲共的，把那个论述把它放掉。学者认为赖总统无的确应该思考对在野政党释出善意，来避免台湾社会继续对立分化。记者综合报道。罢免案无通过，国民党立委除了感谢选民的支持，也点名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应该爱请辞，佮要求行政院来改组。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讲，因党内会家己来检讨，不过即间也得到甲公民团体合作的经验，会佮思考要怎来带领台湾进步。嘉义将南调的国民党立委李干秀拄着人就感谢头一波立委罢免案结束，国民党立委全部走掉咧。台北市国民党立委王凤美、徐卡心、罗志强也设计去写票，不过除了感谢选民，也搁再加镜头对向行政院。王凤美讲，关税冲击即要来啊，行政院应该爱改组。美国的关税贸易战，或者是像这次南部受灾这么严重，行政院的表现通通都是不及格的。突发现金1万块，在这一次民意当中，我相信朝野大家一定都有听到一定的声音。总统院长不要再天人交战。即摆新北市长高虹安也顺利渡过罢免案，代表国会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延续到反罢免，也是即摆24+1罢免案拢无通过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对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依然需要扩展地方的力量，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甚至都延续到县市首长甲议员选举受到关心注意。明年的地方选举，当然只要是福国利民、合适民众的这种需求的，那摆在一些县市，应该是有机会合作的。对国民党、民众党合作反罢免成功，支持罢免团体民进党政治责任也引起讨论。国民党、民众党点名总统赖清德失去民进党主席，行政院长杜永泰应该顺利累过总时。立法院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应该请辞不分区立委。失败的检讨不等于就是内斗中共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民进党的内斗，党或者行政院有必须做什么样的调整这个民进党内部会自己检讨。林俊贤认为，即摆罢免案后，民进党得到甲公民团体合作经验，不过伊还爱检讨甲民间合作模式，也认为执政党无闭关放弃的权利，应该优先思考未来调野应该安怎竞争合作，才有法度互台湾更加向前行。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到花莲县的立委鲍坤基罢免案投票率有超过60%，创下新冠纪录。不过因为这无同意票也是较悬，让鲍坤基会当继续留伫咧立法院。罢免团体是对这投票的结果感觉遗憾，嘛希望鲍坤基在知觉到一间的警示，尊重民意，调整做法。日日暗时无到6点，国民党立委鲍坤基到会场，甲太太花莲县长徐正辉手牵手行上台，家己宣布这摆花莲罢免案无成立。我们用正义，我们用对国家的使命，对乡土的热爱，我们再一次的证明，今天的台湾还是有公道。鲍坤基讲，这是21世纪唔保护的政治势力。真实的这段时间，花莲人承受真济压力，也发下希望对立的伤痕到这为止。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赶快跟朝野要开诚布公的，要没有私心的坐下来谈。花莲这摆罢免勘站无同意票47842票，同意票数超过勘站，煞比无同意罢免的票数较低，罢免因讲是失败。罢团带头人讲，难免遗憾失望，暗过同意票超过4.8万票，也是公民意志甲精神，希望鲍坤基开启对话。傅昆萁先生可以尊重这48000多人的意见，然后可以重新调整他的施政方向以及作为，那也希望他可以听见我们对于国家安全的焦虑。台东县立委黄建斌也面临罢免，开票了后无同意票数一路领先，也可以加做全国上早家己宣布罢免无成立的立委。我们一起用选票表达了我们台东人的共同意志，台东人不要恶斗，我们要公平，我们要民生，我们要和谐。黄建斌讲，不管结果是安怎，大家拢是台东的囡仔，罢免失利，台东罢团心情沉重。不过，认为这摆失败无代表台湾永远失败，台湾也是有美好民主的一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苗栗昨有6个高中生烧焦去竹南的龙凤渔港沙埔耍水，其中一个煞是下落不明，其他人赶紧报案，不过到今是拢找无人。搜救人员就表示讲，这搭海岸的离岸流真强、真危险，因为今仔日当着大楼风骨头，互搜救愈困难。搜救人员出动沙埔车4个伫找人，空中也直升机伫巡伫找，就是为着要找失踪少年的下落。因为着急的老母是摕少年的衫裤跪伫岸边，祈求囡仔会使平安回来。他出门是跟我们讲说他要去上班，我们不知道他没上班，然后跑来这边海边玩水。代志发生伫2日暗头啊，失踪的4、5个少年，甲厝内底人讲要去做事，就是甲另外5个朋友到竹南镇龙凤渔港边仔的风积沙埔去佚佗，其中3个人落水。不过这4、5个少年落水了后，敢若互海燕赶走，无看人。其他人有是赶紧通报警察，海巡甲民间的救援团体接报了后，也赶紧透暝来搜救找人。那全部的所有的直接就是刚刚就直接全部分散，每一段每一区段去找过，全部都找了好几遍。对。主要搜救所在锁定伫龙凤渔港北边沿海到花济一带，也过拄着海中，也过风真透，搜救困难度不哩悬，就也无找到人。救援团体也讲，当地离岸海流是真强，伫当地耍水是不哩危险的代志。波浪会从外海进来嘛？它进来，它到了碎波那个地形碎波带之后，它会产生所谓的沿岸流跟离岸流嘛。到岸边的时候，水总是要退回去嘛。你回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集中的流嘛。那相对的，你如果从这个海面上看，水面波浪比较小的地方，通常它下面的流场就比较大。看起来好像没有波浪，其实是最危险的地方。中华民国游泳救生协会讲，离岸流是种难以对岸上看出来强烈水流，会甲人真紧游向外海去。定发生伫沙埔、八丈角也是半海边啊。像苗栗这类开放水域，风险变化真紧，对无熟悉水性的民众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也提醒民众对无熟悉水域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咧高铁的列车顶头传出一个查甫人，那像是食酒醉，对伊的囡仔大声声嚷。到桃园站了后，这行为是更加激动失控，去落警察来阻挡嘛无效，落尾是依法甲人带转去保护管束，而且通报家庭暴力事件。
桃园高铁站大厅食酒醉查某人闹事，互警方压制。代志发生伫2日暗时11点外，穿乌衫查某人疑似食酒了后，升伫列车顶悬，对囡仔生气，毋但对囡仔大声骂，佮诱囡仔向车厢连接的空间行。想未到到站了后，佮出现情绪失控，警方赶紧来压制。曾经是高雄左营高铁搭回台北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喝醉酒把车厢吐的都是。比较常遇到就是小孩尖叫啊，跑来跑去，其他还好，蛮舒适的，安全性都蛮好的。对旅客酒后闹事的代志，台湾高铁桃园站表示接到通报有旅客的冤家，经过站务人员甲铁路警察到场了解甲安答，后续交由铁路警察来处理。员警到场，该男情绪激动，警方劝阻无效，为预防当事人及他人生命身体之危害，对取实施保护管束。后续发现该男对家人有言行过激行为，警方依职权进行家暴通报。食酒醉闹事的姓叶的查甫人73年厝，铁路警察局表示，到场了后抗阻无效，依法保护管束带转去情报分驻所，也进行家暴通报，维护公众甲家属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基督教病院边一间3店门口的电箱，早暗时熊熊出火星，呛烟，佮传出哔哔哔哔的声。好在消防人员是赶紧来到现场，顺利将火拍花。火电箱火光闪闪烁烁，喷出火星，还发出像炮的声音。嘉义基督教病院边一间服装店，2日暗时8点外，店门口的配电箱冲出高烟甲火光，互当地民众惊一日。火灾，有看到消防车啊，但是我不知道。拖东西拖很重的。店门口高烟一直冲出来，火光是对配电箱挂边的芳一直喷出来。消防队驶车到店头这边2分钟，接驳了后是赶到现场，甲店内人员疏散。不过因为配电箱还未断电，无法度压水，消防员先用7支打火灭火器控制火势。那以灭火器局限火势，等那个台电到场之后断电，确定断电之后，我们再出水做一个扑灭的动作。那疏散电源跟民众大概约10人。早起回来到现场，配电箱内底拢烧到乌密码。事故当时为着要拍火，甲电源切断，造成附近的店头一度受牵连停电。加在消防队甲台电人员真紧就甲火拍熄，无造成什么伤害。因那导火原因，消防人员后续也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现在真侪人出国佚佗，毋过最近却是有真侪件消费者用订票平台买机票，要将飞行机啊所发现到因的名声忽唔叫去的代志。专家就提醒讲，咧买机票的时阵，都要摕护照出来对名声、拼音、标点符号等等，若唔对，要赶紧叫订票平台来修改。向热出国大会，上层机场透早都被少人，不过最近却发生真侪案例，是旅客透过第三方平台订票，不过伫到机场佮出票了后，才发现机票顶悬的名显示错误，绝无法度订机。另外，也可能拄到第三方平台甲航空公司杀来杀去的状况，互旅客是求助无门。就像你说的名字嘛，然后时间呢？对，航班呢？至少要确认过你出国不要有 trouble。我如果订机票，我都会用官方的，我觉得比较稳。对，因为之前也有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有人就是订了，然后没办法去。同款案例毋哪一件，航空公司地勤表示，常常看到是名字顺序称呼写毋对，大部分因透过付手续费了后，向订票单位申请改过来，不过落差伤过大，状况严重，都可能要重新买票。旅游专家提醒，订票数字姓名拼音的时阵，毋通家己加空白加符号，若无可能有问题。那在姓名输入的时候呢，是不能有标点符号跟空白的，可以比对最相仿的机器识别文字作为输入的参考。第三方平台那出去啊，你要去追他的国家，有的像在新加坡，有的正在香港，你根本就追不到，当下就要确认好，有问题马上可以他提出修改。专家提醒买票了后，爱先提前做机票甲护照核对，要修改还阁有时间，唔通等班机要起飞登记才发现。开唔到票爱写付款对象协助，比如第三方平台订票，就联络平台这边，避免求助无门。记者综合报道。
假日时啊，真侪诊所休困，所以患者无论轻症、重症，拢总会直接走去急诊。那健保署就打算要来设立假日的急症中心，来收治轻症的患者，将病院急诊留予急重症。医师团队嘛表示认同，不过嘛建议这费用应该要比病院急诊更较俗，互民众愿意来配合。受到流感疫情、护理能力欠缺影响，今年年初各大病院急诊插满病人。为了避免秋冬急诊病人搁再满，卫福部健保署规划会参考欧美甲日本的制度，伫急诊病人真侪病院附近建立假日急诊中心，专门收治减伤分类第4、第5级轻症患者，避免轻症患者去病院急诊挂号60分急医疗。它并不是用原本医院的急诊的人力，而是希望结合这个基层的医师，大家以轮值的方式来协助假日轻急症的服务。健保署讲，考虑真侪基层诊所假日休诊，所以讲初步规划假日急诊中心的地点，离病院急诊塞车大约10分钟，采联合问诊的形式，由诊所医师轮值看诊。对此，台湾医务管理学会表示认同，不过建议挂号费也有部分负担，必须对现行医学中心急诊费用大约1000块较俗，才有法度引导民众分流就医。经过判定，如果你是第4级跟第5级的这个检伤，你可以到假日急诊中心，你的费用挂号费跟部分负担加起来，可能不到急诊费用的一半。财务上的诱因也是可以适度的引导民众愿意到假日急诊中心去就医。健保署强调，这项试办计划也需要甲急诊室定立插满病人的病院、急诊医学会甲基层诊所医师共同开会建议，包含设置所在、人力加奖励制度。另外，为了增加诱因，也提悬轮值医师、护理师健保的给付，详细部分也需要进一步讨论，相信今年年底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到，泰国甲柬埔寨边境冲突扩大，已经造成双方至少33个人死亡，超过13万人有落无厝。但美国总统川普也决定要出来做公亲，甚至提关税来施压。即马泰国甲柬埔寨两边拢同意停火，启动谈判。点点看手机顶悬亲人相片，泰柬边境爆发严重冲突的即日，空桑只是带亲人到加油站甲边的超商，想要到遮短短真希望，伊就失去太太、9岁后生、甲14岁查某囝。这场当年边境争议引起的冲突，是泰柬两国13年来上严重一摆。双方继续伫边境部署重兵，传闹互炮火弹着，百姓伤亡惨重。不过双方拢讲，家己是采取自卫行动。激烈轰炸已经造成13万多人逃离家园，数百个柬埔寨人挂行李伫保卫下省的临时南面乡排队登记。泰国边境这边邀请这民众秘集体育馆内底避難。เขาพร้อมเขาพากันพร้อมกันหมดแล้วค่ะผู้ใหญ่บ้า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ก็บอกกันหมดแล้วว่าพร้อมเราพร้อม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เราไม่ได้กลัว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คยมีมาแล้ว20是这场东南亚冲突的第3日，双方炮火呼吸无退让，而且冲突点好亲像扩大。根据泰国的《万国邮报》报道，这离其他冲突点超过100公里的泰国特拉省、加柬埔寨菩萨省，拢个传出燃山交火。这场冲突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关切和谴责以外，伫咧苏格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伊让亚迪的社群平台表示，伊分别甲两个带头人通会，因为泰国甲柬埔寨拢要伫甲美国讲关税，目前的数字依然停留伫4月初宣布的36%。川普威胁，若继续拍，美国就袂甲任何一边达成协议。然后，伊也继续更新表示，两个带头人拢经同意停火和谈判。当协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也证实，柬埔寨已完赴燃山交火，不过伫各方的协调之下，两个停火好亲像已经出现希望。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人讲炭工画家的洪瑞麟35冬来注心伫咧画出炭工的工课甲生活，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但伫咧家己成功的飞几堂，就有举办展览，希望互大家当愈了解到这位炭工画家的创作精神。一幕记录炭工生活的图画，计共18幕的作品，分开展览伫家己县新港飞几堂每一个房间内底。家己县文管局甲新港文教基金会用艺术家洪瑞麟记录炭工的作品，举办主题合作东坡的画展。
像诊所啊，然后像刚才还有厕所里面，还有厨房里面，然后还有新娘房里面，甚至都有画。所以我觉得这种自己进去里面，然后找画的方式比较跟一般看画展的方式不一样。洪老师的作品摕来在展示，含这个环境有会当互相辉映很和谐互咱这个展示会当感觉起来会愈有迄共伴。共心有爱心的这种感觉吼。洪瑞麟伫日本学习美术完成了后，回来台湾，就去到瑞丰的炭坑做工课。35天的时间，唔但完整记录炭坑真实的生活，嘛，互伊来成为咱台湾一位将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还有家庭还有矿工准备进矿坑前的模样，还有他们在工作当时的样子，那他用这些简单的线条呈现出来，反而显得更有矿工的感觉。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这种展览会展期到明年的6月底，希望透过玫瑰堂的空间甲洪瑞麟的作品，互来参观的民众感受到炭坑画家伫作品当中的人道精神甲艺术价值。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玻璃在，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至36度。中部地区29度至32度，南部地区28度至32度，东部地区29度至33度，还有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